噼里啪啦，唱唱跳跳又来了，亚摆来到花莲县，有一群等下嘅小朋友，爱带来精彩嘅舞台表演呢。看等佢阿头素娘娇娘，笑眯眯嘅，系咪知道懂得你想啊？面对完美呈现灯笼嘅表演，工作人员老现场所有嘅天花都关起来，透过金闪闪嘅 LED 灯，小朋友的舞台上展现灯笼嘅表演，涵盖有自信嘅呢。沙丁啊，就共下来欣赏也是精彩内容哦。天主爱带来精彩舞台表演，看小朋友按认真的样诶，点出快乐的舞台，也下就共下来看呐，其他有带来的表演哦。扯铃高手赞！你的那个铃的面要尽量调够正，那个灯才会很明显。这里可以动，可以走吗？这边可以走吗？可以哈。好，这边有走，效果就好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亦凡，我好茶铃有4年嘞。佢根本要表演的是功铃，那功铃啊，啦撇咧茶铃木腔的，就是具有伊咧讲插起来会有讲啊动转来转去动讲动神气。表演里面有一个招式叫做徒手铃，它是没有用棍子，直接用线来扯铃的。然后我练这个招式也有很多年了，所以它对我来说并没有很困难。
那他在那个徒手铃里面啊，因为没有用棍子，他比较没有要飞来飞去啊，或是2颗铃的那一种，所以他在学起来看起来比较厉害，所以他很适合在表演里面。在表演里面看起来很厉害，但练习起来却反而不会那么的难，只是说招式要变化，要去想，会比较需要花一些时间。不过给懂音子呢，给就被松明去学啊，所以有很多招式我没有办法教他，但他都是自己学的，所以他会做很多我都没有看过的招式，真的很厉害。我的招式里面有一个是直立铃，就是把扯铃变成直的这样子扯，跟一般平常我们这样横的这样扯不太一样。因为它是直的，所以在扯的时候要一直转，要不断的转身，让它保持一直是直的，不然会歪掉。我常常去很多地方比赛，但是有一次是在台南的时候，我拿到全国的第4名。然后那一次虽然是第4名，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高手在那边比赛，然后让我回去的时候更加努力的练习。其实我们带他们出去比赛的用意，也是希望说他们看到就是其他县市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练习的，然后他们的程度怎么样，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激励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平常也会有接一些表演，那在表演的时候，其实一凡因为他的技术很厉害，所以他对学弟妹他其实有一种领导的作用。那学弟妹看到哥哥一凡哥哥这么厉害，那我要再学得更厉害一点这样子。每次上台表演都是就是还没有开始就开始介绍，接下来是扯铃表演，底下就开始尖叫了。在我们学校的时候都是这样子。小朋友很喜欢，就扯铃，它其实是一个小朋友很喜欢看的表演，因为它变化很多，所以他其实就在学校就建立自己的一个偶像的地位这样。我在学校表演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，然后我也有一些小小的粉丝们，然后我在表演的时候他们会尖叫，下台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请我帮他们签名，这让我累积了很多成就感，然后也对自己有很多的自信。认真3人练习，就会遇到台风的3分钟表演。無論遇到乜嘅困難，小朋友都冇問題嘅啦。接下來就聽下來看啦，頂樂帶來嘅精彩演出了。炎炎嘅山岗，已青